那就不要这样了，因为感觉好像如果我不讲中文，应该很多会误认为法语算对我很好，有的人会以为我来自乌拉圭还是巴拉圭，南美洲来的人，要对晒黑黑就是有这个缺点，就被人家误认为也是外国人。可以看看的，因为里面有找一个很不错的音乐人跟我一起合作，这首歌的 MV， 就袁杰听过吗？袁杰，好难发的，袁杰，可是你们认识他吗？没关系，反正署名在新竹比较好玩。是吗？没有啊，是。我怕现场有严决，对，有粉丝。不过他真的很帮忙，我觉得在 MV 里面他还跟我一起学阿美族的那个吟唱。你刚刚听到那个呜啊呜啊，我哈呀那些，其实是阿美族的一种唱歌的方式。它是没有实质上面的意义，没办法翻译的。它就有点像黑人，不是有那种 R&B 吗？呜耶这样的。对，黑人不是都有很多虚词嘛？那个乌跟耶没办法翻译嘛。但是阿美族的唱歌方法也有这种，就是大家听得到的那种那鲁啊、好嗨呀、喂哈嗨，看的呜啊呜啊，这个都没办法翻译了。可是这也变成阿美族唱歌的很特殊的一种方式。这首歌这样的歌其实还蛮多的。但不过下一首歌我想要教大家唱阿美族的歌。学一句阿美族的话，这句话蛮有趣的，因为我很好奇，看大家都会讲几种语言、几种国家语言的那个话。我爱你会讲吧？对，中文这是中文。那英文怎么讲？啊 ，I love you, me too 。那日文呢？安息的。那韩文呢？啊 ，Hell， 你看这个你会讲吗？不是常看韩剧吗？韩电视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听不太懂韩文啊，我妹妹也听不懂，可是超迷的，超迷韩剧的，每天都要看，感觉她很想到有一天她变成韩国人。哥哥，你哥哥是堂堂正正的原住民，然后都没有喜欢你。那也因为在这样的就是突发奇想之下，突然有一首歌的创作就冒出来，我想要教大家讲阿美族的我爱你怎么说。阿美族的我爱你是毛拉海嘎古迪苏阿难，一起学来毛拉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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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很难吗？很浪漫啊，应该很浪漫吧？学我爱你这句话是不是很浪漫的？我要教大家念一次啊，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，海嘎古迪苏阿难，马乌拉海。是喜欢的意思。嘎固是我，迪苏安娜是你最高级。这就我喜欢，我的喜欢只有你这么一个人，你是最高级的你，就喜欢你这么一个，就是阿美族的我爱你。就阿美族给人家的印象应该是很热情、大方、直接的哦。可是，一旦到了谈恋爱，突然觉得变得很虚，因为我们没有爱这个单词，没有这个爱这个单词很难，所以为了要表达很确认喜欢这个人的时候，就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那，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那。我们是母系社会哦，其实讲这个其实都是女生在追男生，然后但是也有很麻烦，因为我爱你讲很快嘛 ，I love you 也讲很快，但是如果你写一个马乌拉海嘎古，还没讲完就来不及把那个口字，其实还蛮妙的，就很好奇，以前的父母亲、阿公、阿嬷他们用阿美族语在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个是什么样的世界，很神奇。不过练习唱，教大家唱一首歌。
也喜欢，我唱一次给大家听哦。迪刷那要发快一点哦，迪刷那对，Bonjour， 迪刷那。我们的 Bonjour 是法文的，看得出来了。他们阿美族跟法文很像，搞不好我们是跟法国人是亲戚。我们从法国过来，有吗？好，练习唱好不好？练习，来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有机会，现在丰年祭时间哦，有机会去华东地区，马上就可以使用了哦。你看哪一个你觉得很喜欢的男生？对，要讲快点哦，我来赶快提刷呢，要不然他来不及了，要把他扣住他，讲太慢就来不及了。那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啊，我爱你，我来赶快提刷呢。